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第14节到17节，28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之能。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，他说道：可是对你们这些敬虔我的人，将有拯救的太阳照耀你们，医治你们。你们将从牛棚里面放出来的小牛一样的蹦跳快乐。喜乐是在代降节里面我们所领受的一个恩典。喜乐是我们因为得着了医治，喜乐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医治。喜乐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使得我们基督徒能够在遇到任何的状况之下，都有主的平安喜乐同在。事实上真的是不容易，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与应许。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对于以色列人而言，是一种国家尊严的重建，是一个信仰的中心的重现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上帝要透过这样的重建来医治了以色列人的忧伤、失望的心灵，从被掳到归回，从黑暗到光明，从被奴隶到自主，从失落到重新站立。上帝透过光来医治，因为那是黑暗中的盼望。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，我们更容易明白了先知所预言的光有医治之能，这样更符合了现代的放射线疗法的看法。虽然随着这科技的进步，我们对这个新的疗法有一些了解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元素基本上都是来自上帝的创造，所谓的天然矿产提炼而来。上帝早就赐下了救恩与应许，也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而发现了更多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周遭。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，撒迦利亚先知就说到，上主万军的统帅给撒迦利亚以下的信息，他说：我渴望帮助耶路撒冷，因为我深深爱惜那里的人民，所以我对他的仇敌发怒。我要返回耶路撒冷，我的圣城，我要住在那里，人要称耶路撒冷为信实之城，尊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山为圣山。那些上了年纪、拄着拐杖的男人、女人，将会坐在城里的广场，街上将在挤满玩耍的男女孩童。现在残存的人民也许认为这事不可能发生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不可能。我要从我的子民被掳去的地方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从东到西把他们带回来，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以信实公平治理他们。所以在病痛当中的人们，
失望落魄的以色列人，在黑暗中感到绝望的人们，不要感到绝望，要坚强，因为上帝的应许仍在我们的前面等着我们。先知又说要坚强。你们现在所听见的话，正是重建圣殿、奠立根基时先知所说过的话。那以前没有人顾得起人或是牲畜，在仇敌窥视下，没有人觉得安全，因为我使人民互相敌对。但是现在，我不像从前那样对待残存的人民。他们将平安地撒种，葡萄树会结出葡萄，土地出产五谷，雨水充足。我要把这些福气赐给残存的人民。犹大和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过去外族人曾互相咒诅说，愿犹大和以色列所遭的灾祸降到你们身上。可是我要拯救你们。那时外族人要彼此说，愿你得到犹大和以色列所得的祝福。所以你们要坚强，不要害怕。如同诗篇126篇的经文说到，那个时候外邦要说，看啊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医治，无论透过任何一种方式，或是透过任何人来进行的医疗，其实对基督徒而言，其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与权柄。有好几次听到非基督徒的医生对着去看病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样说道，以你目前的情况，大概只有这样子了。在医疗上，我们无法再提供给予你更进一步的治疗，你只有向你的上帝祷告了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，有非常大的部分是透过医治，使人能够看见上帝的权柄。在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，他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这样的事情。又在同一章28节到3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他医治了2位被鬼附身的人。当然还有更多的有相关医治神迹的记载，都在路加福音里面。很可能是因为路加本身他从事医疗的工作，他特别的重视医治以及外邦的福音。接受治疗就有机会得到医治，但是不愿意接受，离得远远的就没有机会了。牧师曾经在马偕医院的安宁病房受训，当时所负责的个案是一位第一代基督徒姐妹，她误听别人说化疗很辛苦，癌症的治疗非常的痛苦，他们又说不必接受治疗，只要祷告一定会好。结果这一位姐妹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
就从乳癌初期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，就变成了无法做这个积极治疗的癌症末期。后来还好，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，住进了安宁病房。后来慢慢的，病情才稍微的得到控制，癌末的生命品质也获得了改善。所以相信、接受、顺服是得医治、见证上帝医治全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态度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我几时可以到你的面前朝拜呢？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饮食。仇敌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怀念往日的时光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。当时我跟群众同住在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，在逃亡之中，我的心悲痛，因此我想念上帝。